来甲镜头锁登来台湾，来看这个利籍的警察去做诈骗的车手。这个原本是新北市中和分局中原派出所的员警，讲平常时就真爱拍麻雀，去甲人跋筊，欠缴小百外万，佮常常甲同事来借钱。因为出勤无正常，互中官甲约谈了后来离职，想袂到离职了后，竟然去甲人做诈骗的车手，甲一个太太骗70万。这警方接到通报，调监视器，才发现嫌犯竟然是家己人。好，军官，真侪警察都要来到出租套房，因为嫌犯是嫌做诈骗车手，骗被害者70万，而且伊个捌是一个警察。就是这监视器，去警察发现嫌犯竟然是20几工前，佮做位上班的前同事，试掉了后，就变做是车手伫咧收压榨钱。伊惊无事，行出去超商，准备坐车离开。煞毋知影拢去专案小组给掌握。原来警专35期被交涉案的警察，从分我到中原所做4年，敢若因为跋筊欠100多万的债务，佮常常甲同事借钱。今年5月去分局中约谈，伊知影家己无失金，就申请辞掉。心讲欠钱，欠我伫咧做诈骗车手。警察做一猎人，检察官依早起规则文书定罪，将涉案的警察给压起来。翁嫌于任职期间有担任车手的情事，本分局目前配合新北地检署积极持续清查当中，一次记2大过，免职处分。警察掠诈骗集团，这摆煞是掠到家己人，因为涉案的时间伤过紧，无怀疑敢是伫咧做警察这段时间，可能就和诈骗集团伫咧交结，会个进一步调查厘清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